當佢今時候個就係做工嘅producer 過嚟啊！我內 producer 乜做工啊？這裡給我拍電話哈嚇，這裡是這裡是拍電話，這裡是給我看 YouTube。OK。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啦！到底嚟收聽邊咧學緊節目？這禮拜咧，我哋到底嚟講新嘅話題。特別禮拜我老椒這裡我未啊，我特別我未multitask。我腦 fry 啊！我腦，這禮拜我哋特別嘉賓呢是老椒道哥，歡迎老椒 producer。Hello， 大家好。安怎冇啊？伊無得等我，應該是kunci啊。哦，你哋 continue 直拍，แล้วก็頭葡萄鏡可能葡萄鏡。Hello， 大家好。你未困過啊？我想你困起啊，係嘛？困住車。我冇困。困住車，แล้วก็โปรแกรม就啲โปรแกรม啲นอน邊咯。誒，都有個人起手，แล้ว好。哦，這是未使講起來啊。แล้วก็等陣這裡大卡吹，Hello 大卡吹，我係聽到啲大卡吹嘅聲。大家好，我係鳥龍，我係他。我呢鳥叫你嚟跟我講話，แล้ว我 mute 咗陣啊，我聽到嘰是 then 個背車個咯，之前冇到嘅拍單我係依個冇白，未有未，แล้ว個我係做工嘅 producer，但係我講話 YouTube 冇 live 個被489，歡迎489，真係冇嚟喎。真久冇來，我想講你賣完啊489唔是 last week 有 last episode 有啲咩？冇啊，我是 I think 7月baru來，8月冇來，慘。哦，但係你聽到是8里啊，8里幾嘅。แล้วก็有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 ，Clubhouse 上面是只濟人個，是講困起滿只濟。所以我看困起了嘅是阿龍咯，困起了那我唔使走去啊，冇啊，แล้วก็唔知之前拖去個調啦，แล้วก็有麻子子加多多強，胡記多多強，誒，做咩事我 leave room here？ see 我 leave room。係咪對嘅 ？OK， 我對，我接到對啊！我 accidentally leave room， 我 leave quietly 去。誒，我未記開埋。冇，我就呢帶嘅，我 introduce 嗰時就呢帶就係 leave 嘅 room 去。Sarah， แล้วก็9號7號成結我去9號十分9號去。แล้วก็วิวิวาวาโลแล้วก็บุลังไซไม่ใส่กองบุลังไซโอเค這禮拜往時會講 ASMR 頭是冇毛病會講㗎嘛แล้ว當然冇毛病佢未車嘛所以冇法度啊วิวิวาวา有第二個就係วิวิวาวา嚟講 ASMR 你不解釋講 ASMR 係咩意思冇啦啦講話是唔是 ASMR 就俾安尼款講攏聽聲，對，袂打閒。冇人家人講話是唔是就俾安尼款講 ASMR 嘅？成日係咪個冇咩好，個冇咩聽到你做啊嘅聲，唔係未使講我冇咩聽到你做嘅聲。聽唔到啊？嚟，係啦，有啊。冇啦，咪解釋下即係麻子子 ASMR 係咩意思？攏知 ASMR definition 咯，producer。我伫 Wikipedia 找到了。ASMR stands for 咩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啊，唔知係咩？黐麼嚇，都唔知你講個咩？佢知道。Auto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auto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哦，等陣我個係咩阿 John 用福建話嚟解釋啫？哦，嚇，嚟你講，自動感覺 meridian 是乜嘢啊在喎， ？response 是按怎講 response 啊？本是感覺哦。回應回本啊！即係對對，這裡就是這裡後點困起，就是無法度啊。後點困起啊，咱反正未曉啊，咁樣。冇啦 ，ASMR 咱叫做 ASMR 呀啦。咱 ASMR 嗰時叫做 ASMR，ASMR 就是講你用話講用聲係，你有時你是穿條 headphone 啊，然後穿條 headphone 嘅時候，喺度講我係笑。買！哇！阿林默默俾聽啊，我聽啊。喂，顯咯，唔使講個面本啊，顯咯。講我係笑，就會寫聲咧。OK，唔是安呢，唔是恐怖嘅，伊是做好路真正。莫鬼長誒，魔鬼長咩？做好我哋常常聽 ASMR。嚇 ASMR 係你到伊是 stereo 個 ASMR，然後你聽到嘅是伊是攞餅，唔你哈，嗰啲默默逼。無論一做，特別人當佢咪 ASMR。當佢 ASMR 有人愛做呢恐怖嘅咩？咁樣咪是做好多數學嘅。ASMR 是其實伊是做你聽嚇，你耳啊，你耳背啊，耳背你摸下，你頭摸邊 slope 下邊位啊，做你摸嘅層層，睇你感覺。kiss 毛管長啊，毛管長對，哎呀，當佢咱嚟請這個無毛白嚟講話，就是毛，一是昆車，其實啲名稱嘅呀。昆車啊！那麼你講上 ASMR 了，你是唔是我 producer 我冚你聲陣喺裏邊莫字字，我冚你聲陣。OK，sorry。because 我聽到一些 traffic 嘅聲呢。OK，แล้ว個 ASMR 係搞嘅聲。แต่ว่าบิวแต่ว่าวิว่าว่า個十隻搞啊，แล้ว冇冇แบบ你會講話 ASMR 係咩物件對你嚟講？你 explain 就 ASMR。哇！我 try 啊，我昆車嘅話咯。我知 ASMR 咧。你或者到底聽隻 episode 是求揾叫你幾刀啊？是唔是刀嘅發電腦？你發電腦你聽？我咁解到時我唔係做咯。係你就是 ASMR 啦，過來是。然後你刷起名稱啊好，你刷起名稱啊好。我刷起名稱呀，但係一半之後就刷起名稱呀，這樣線呀。係來，你講啊，是你 ASMR 你食物件嘅時啊，你播物件嘅時啊，你吞落嘅啊。骨吞落嘅聲，無時你開聲嘅聲，你聽伊個紙，伊個垃圾籠啊嘅聲，這物件好你聽了我你想到你出界物件哦。還沒想到你出界物件。OK 啦，成日講我把個定義節我係你買個參透個電話嘅來了就，你我 try to 去做開聲，我去做去爽嘅啦。แล้วว่าลูกคุยเสียงเสียลูกจะช็อกลูกเทียดีเสียงใกล้เป็นเนี่ยลูกเทียอีจ้าเสียงลูกเทียอีสติ๊กเกอร์เสียงแล้วมากูลูกยังมีการใช้เสียงเบต้าหันว่าที่บีลูกบีเสียลูกเทียเลยนี่เสียงโอ้ยก็สองเลยลูกก็บีแล้วบีสิเนี่ยคักอ่ะแฮร์ iPad คักอ่ะ蘋果嘅票嘅啊！哇！你見佢新鮮，你味道係你再講大條是迄個味啊，新嘅物件味啊，真熟嘅。我話正有上 ASMR 嗰時，有啲是落河聲啦，有啲是。我同你講，我 because 我最近，我應該是冇同你講嘛，對 John。講明。
哦有，但係時我甲你講我有 anxiety 嘛對，所以我 anxiety 吼有一日若是呢是serious 㗎，我未喘氣啊，แล้ว我成日死去啊，你看你就，แล้ว我接4點鐘未困，你知哦。24 hours 我未困。係 after 我拍針，after 我拍頭一針แล้ว我少未個咯，未攰個喎。แล้ว我就嚟已經 before 拍針時已經有啊啦。有了，แล้ว after that 我直直緊張啦，แล้ว我未困咯，แล้ว有兩到呢是入4點鐘未困了，嗬，แล้วthe next day 啦 ，because 你入4點鐘未困了，你規身軀嘅 muscles 啊，個了話真正硬了就一上個規身軀無力了，แล้ว連你愛喘氣啦，你半無力了，你就無力愛喘氣啊，成愛死啊！你看啦，所以未得閒了，我去看 doctor 咯，嗬，แล้ว doctor 有互我食一個藥啦，แล้ว食鎮定劑呢，好唔好？哈，食鎮定劑安尼款誒，所以我有食了就好困咯。but then 呢，愛困以前呢，嗬，伊個迄個。你 anxiety 啊，毋是干那緊張爾哦，你佫會驚，你知無？你驚成日驚講有蝦無好嘅物件發生安尼款嘛。So from then 吼，我就去找 apps 咯吼，講安怎去relax 嘅 apps 啦，無 sleeping 嘅 apps。所以內邊就有真正濟成個 ASMR 啦，แล้ว落雨聲咧，落雨聲，แล้วก็有火，成日講campfire 嘅嗰種 campfire 熱火嘅聲，你看呢，所以真正明嘅喎。stereo 到底攞平嘅，可能嘛，對，一成個一成個到你身邊啊，你看，所以你會 feel 到講真正 comfortable 了，就慢慢困去哦。安尼款咯，but 佫有幾若項咯，我會用迄個 ASMR 嚟成日講，互家己較輕鬆啦。譬如講吼，頭先無毛白講嘅嘛 unboxing 啊，特別我即個吼，伊是一個 artist 嚟嘅，所以人家一定伊個圖畫、伊個繪啊，咩啊是有吼，所以伊是人是 unboxing 嘛，伊是 packing 嘅，所以 packing 若是啊，伊有聲，你就一夾一夾嘅聲，一夾一夾嘅聲啦，一寫字嘅聲啦，然後等陣伊 pack 入去伊個迄個 plastic 嘅聲、紙嘅聲，你聽了你真俗嘅喎。安尼款咯，落雨聲，對。你放落去啦，แล้ว我就困了。無我看，我會看看這四百九邊，係。講話，今晚困了啦，風吹。你個四百九幾百邊？你安尼款講嘅啊，嗬，伊有一款啊是 sex 嘅 ASMR， 你知喎？有呀。我本有聽 YouTube 就有得聽。我想跟他講 role play， 喂，個 role play 個咯。特別好489啊！你看伊 multitasking 就伊聽內 headphone 一隻就啲 game 一頭啲聽人講話，是不是？問下會。อันนั้นเชิงน้อยเซตเลยน้อยเฮดเซต因為我嘅安怎講啊，外口嘅伊個一個無 function 了，所以你一個用麥，你請一個是用麥，一個是用一個是用。你好聲，該大聲了，小大聲，落大，聽無。我聽無489嘅聲，你今日聽到好聲咧嚇？伊河是物理即係河嘅。特別有聽到。489嘅聲，實在較細聲，緊張咗。because 你嘅好聲小大數啦。
冇啊，好像都冚咩？ relaxing 嘅啫，逼情咯，逼情咯嗬。then ASMR 是即係冇冇白是其實小氣 ASMR 呢冇冇白。你走去攞，一個困嘢，你 mute 掉。我發現幾條。係咪佢嗰隻 call 嗰隻 call？嘢，你睇得落落先。阿 boy 嚟啊，阿 boy 歡迎。阿 boy 會講講 ASMR。誒，哦，冇咪明嘅呢聲，呢聲冇咪明喎。你話你，將呢聲冇咪明。still，但是你用 interface 啊？安怎成個聲調上大聲 overmodulated 呢？啊，是伊聲嘅 bit rate 無準啊，什麼 somehow 啊？伊個無像伊個 buffer rate 是 something， 所以聲脆呢，你聲。嚇，你嚇，我得先。แล้ว489咧，489都聽 ASMR 489。見得少啊，我覺。安怎你細聲你聲嚇 ？Hello，咪得，你聽冇 ？Hello。安怎聲細聲去？你是唔是冚掉 mid 嘅聲較細聲去？冇啊。Hello。別人講話鬥嘅咧，鬥嘅講啊。Hello，聽有冇？誒，樣嗰啲啥嘛是只細聲呢？等陣，我 test maybe 我係maybe 是我問題。sound 我 test sound 即係啥咪 sound 嚇？呢是一個冇啊，我冇攤調我係 volume 嘅話，等我 leave 我係一個 hang out 佢一來就對。Hello。等陣maybe 唔是你問題 ，maybe 是我問題。OK， 我 leave， 睇我個就對，就去對。佢 join。哎呀，本是細聲喎。Hello，你是唔是你 computer 邊嘅聲你冚死去？You mute 掉。阿 John，you mute 掉。特別人 still 細聲喎。哎呀，不敢嘴，哎呀，聽對睇啦。真正細聲咧。冇真正細聲。我 try 過。哇，架即你是 Google Meet 嘅本地嚟。Maybe 啊 ，maybe。Google Meet 打到就嚟有細聲嘅聲。是你呢？特別是幫人哋。係咯。你問別人有嚟就。哦。嚟講句個。Maybe 伊人 rejoin 呢？伊人 rejoin。嚇，啷 rejoin 嚇？你人出去一個節帶。啷 rejoin 嚇係啊？我特別 control 啊，我 volume 特別 control。I mean。啲 software 本地嚟。哦 no， 我係本地 ，OK。我除掉咪唔是本地啊，ยังกันแล้วก็走去。你 computer 邊冚細聲呀？我竟冇想，我唔掉 output。audio quality 嘅嘢係點？唔掉 output。哈，我係本地 ，sorry， 我係本地。OK。OK。แล้ว等我看阿 boy 出聲，看一聲個 beat 咯。Hello，OK 啊。本是淡薄 overmodulated， 淡薄上大聲。modulated 個。OK。等下大聲。真係大聲。 Maybe 係離開嘅麥較遠淡薄個。個零 ，Hello。冇啦 ，usually 是你 gain my set 那關呢，你是。我講話是又可以暗。OK， 你去調整，แล้ว這邊所以 ASMR 其實我是冇明白 ASMR 係有時講特別是 stereo binaural 嘅時間 ASMR 啫。伊是較濟是 stereo， then 本看你是聽蝦米嘅聲，無相嘅人有較暑假無相嘅聲來感覺爽啊是。啲 song 是 enjoyable， 還是 relaxing， 還是無相嘅。relaxing 嘅。所以有時啊，你講 ASMR 是 porn 呢？但係我講
porn 呢本有啊 YouTube 就有啦嘛，免去大陸找 YouTube 就有啦。แล้ว ASMR porn 呢是啥物聲？無意思，正三擺嘅聲，一作。無，伊無正三擺嘅聲，有本啊，有幾難咧。Sorry， 冇人家，無伊上架，伊上架。可能看無喎，即係無我甲你講，伊是上架 sex 嘅 porn 呢嗬，伊是上架不有正三擺嘅聲本，然後不有 masturbate 嘅聲本。哦，伊個 masturbate，所以上架伊上架係啊水上架有水嘅聲，你講啊，แล้ว伊就講咯，伊講上架 phone sex 啊，你講啊 describe 講下嘢做咩？啊，你講咯。水是那個正常嘅聲呢？水，無伊 masturbate 那時伊互你聽，伊會迄個伊 masturbate 那時伊會 maybe 有用啥物物件迄個 lubricant 嚇對，然後你會聽到伊聲你看。自己作嘅聲啊，你看就我不用我吹皮做吹皮嘅聽，我係做呢自作嘅聲，我念我吹皮嘅聽。แล้วก็有我看過伊人 the making 啦，伊人 making。making of ASMR 啊，迄個查某有吼，伊會多伊麥嘅位有吼 ，maybe 伊成講塞啊，啥物也是有吼，應該是有夾一個物件，แล้ว用伊指切頭伊迄個物件啦 ，maybe 是夾 jelly 啊，啥物嘅款啊，แล้ว做一聲嘅喎，有 technique 嘅喎，唔是普通安尼款嘅咯嚇。特別我看到就我在是成日講抓落嘅時，但嘛即未使講做聲抓落嘅聲。我除掉，我 try 講我除掉啫。plastic bag 我除掉，我放落聽下。聽唔到。下邊有個人聽唔到。即係馬上係一個 sound effect 安尼款嘅。所以後你聽，你 suppose 你聽到你阿會摩卡會起來哦，一層嘅。即係我冇聽到即係 clubhouse 冇聽到，不 clubhouse 冇聽到。Google Meet 冇聽到。哦 ，Google Meet 我就會開，我係迄個。呢隻唔係可以聽。即是部 plastic 籠。哦 ，plastic 籠。嚇。我上當我都會開我哋 in from meeting。伊聽咧成 barbecue 嘅聲咧，你知啊？成可以嘅聲。哈，對，我知咩事，我未聽到，因為我係 Bluetooth 冇通，等我看 try 通 Bluetooth。但是有 sound cancellation background cancellation。當然而家有啊嚇。有啊。哈。我係走嚟走去嘅哦，當到啲 YouTube 會聽 stereo 嘅，我未必接觸我就會放 stereo 啦。接觸平時我問 complain 咧，for 依個 file 是200 megabyte、400 megabyte 是我問 complain 咧，是講我未聽 full effect 嘛 ASMR。特別當到啲 clubhouse 會聽到 stereo 啦。John， 我未 post 好攞一個 link 啊，你會使去看吼，伊 packaging 嘅聲。你叫到啲 back channel？ 我係到 chat 嘅位喎。到住 chat。到佢哋 Google YouTube Live 嘅 chat 嗰邊。YouTube Live 啊，我去看。即是 plastic 籠嘅聲咯。แล้วก็台灣人講嘅係咩啊 ？Satisfying slime。你 try 看我唔捌。一夾安尼款嘅聲。Yeah。我冇熟家姐。你食啊？這是係咪聲嚟？食一啲咧。slime。即係是 slime 嘅聲我講。即係跟拿做米樣嘅。成間納豆嗬嚇。咦，黏嘅聲。納豆黏嘅聲咯。但我如果講灰嘅是唔是？灰嘅個字你是。
叫啊，你在一主接到啊，外口嘅成活一位。啊，我看到。哇，他哋正，嗰時下叫名。咩do man cooking in the wild 是唔是？名字，嗰隻叫，伊個真正出名，伊大有幾萬 million 嘅 views 嘅。伊是啥？伊像 wilderness 呢？到這邊十八一多隻大雞呢嘛，係啊，對，伊多隻。แล้วอีจำอีตอกอีเลย長頭時อี是喺度啲ตัว掂起隻一嘢到接มัน拆落去呢係數。係Almazan Kitchen。哦。啊，伊家己斟茶啦、起火啦，呢物件呀。即 campfire 呐 campfire。對，佢只食到國口嘅嘢。係咩物件未使講？啊唔係不咁別使四百九咁咩？這寫多爽啊！多爽加塞馬是後面。是有你家成啊正，即個成聽啊個 relaxing 嚟啦。特別係你部即係部呢 ASMR 喎，即係 ASMR 是做咧而家後尾長嘅喎，一成係啊呢，有當你買時呢。啊呢。以前爽嘅，伊斟茶啦，伊多聲啦，是真正爽嘅就。ASMR 啊袂 popular 嘅事啊，所以你Almazan Kitchen 都 already 真 popular 嘅咋。我未知即係講福建話 ASMR 嘅電台，我做別我買安啲。你有當見韓國咋冇？只係你做下你成個 YouTube 啊，伊個成 domestic 嘅 blog 啦，人哋西半話啦，煮食啦，呢些。好唔話咧？只 ASMR 伊人翕啊。哦，頭晚咱講只哦對，伊講你 Facebook 位，無 YouTube 位。嚇，你愛聽 Almazan Kitchen？你叫我嚟chat 位。叫你 chat 嘅位。嗱，我喺度 chat 嘅位啊，你去看者，迄個是 packaging 嘅一件事。但我是到底看咧 YouTube live chat 嘅位啦。我 YouTube live chat 到咯，我都冇，你去掉唔掉 chat？你去，我就看到路。哦 ，live chat，我係冇嘅嚇。冇啊，干那有。Potato is hot。這就是 potato is hot。你去撳掉 chat 下，你是唔是 ASMR 嘅 topic 嘅？會話話？掉啦，唔是報聲咩？我冇看到嘅，我看到 potato is hot，講 high 呢？嚇？有啊？等陣，Vivi 話你有幫你嘅 privacy set to public 還是蝦米無？無啊，我都無寫，我無蝦米條。有可能伊 set 到 private，then 我人搞了袂看。then 阿 John 應該是會看嘛。Potato is hot。對啊。等我被拔到。啊，冇啊！我未看到你。我 send 到 Google Meet 嘅位。Google Meet 我去看。你講就要去 Google Meet。你人在講我對已經是隻小啊，我隻字 window 啊。個 Clubhouse。แล้วก็ Clubhouse 個 back channel แล้วก็ Google Meet 個 chat 係話，你講我就是做我小，我係 Google Meet 是到咯。哦，這邊我最冇，我隻字 window 嘛。OK， 我等佢幫。這是得一個嚇，經得就話經地線嘅咧，嘅。經啊，真睇住你。All you do in your DAW, whatever DAW it is. DAW 有冇教？So from scratch. It's literally just drag and drop. We can drag one of these chord progressions in. Boom, just like that. Let me should play adding. 我會 skip 啲嚇。嚟了。你沙也可以先。等下我係 system。等下會 stereo 個，我會 stereo 個。當 stereo 啦。
即係awesome。但我祈求妹就冇叫隻啊是，一切機。伊個刀聲你聽到沙沙沙咧。啊。係了，伊無講話這個。啊。伊無講話都是誒，都是看了伊煮呢。阿媽3拜，等陣嗰啲整3拜。整啥？你看伊是煮阿面？伊唔知整雞，阿不煮嘅 grill 嘅雞。哦 ，grill。誒是講伊做 pizza，伊做伊 dough from scratch 嘅。哦，我做阿面做片啊 burger 阿面幾樣，伊做大行 from scratch 嘅。嗯。哇！你可以別冇睇到。別叫。一掃嘅就叫 massage 嘅。掃嘅。然後我塊煮嘅時，我依塊煮嘅時，即係是上家，即係是上家人做迄個人看迄個叫咩？食物件叫咩？木棒嘅啦，你有感覺有人感覺就是阿 weird 啊，我。未啦，即係摸嚟煮食啦。啊，那煮食誒是講你成日講去是去看，誒，等陣我要看你開咪北京嘅，唔知微微話講咪行你北京嘅，我看我看你北京。啊，伊係到 Google Mail 呀。啊，等我聽你講過先，等我講過過先。那你看是個微話，你是個一個啦。我是個聽伊北京嘅聲。誒，這伊開北京還是伊北物件 ？TikTok 誒？伊北物件。TikTok 誒？伊人真濟用 TikTok 來做這個 ASMR 嘛，不如？是咯，哦，那北京。TikTok 用 edit 嘛？但係伊唔是 stereo。哦，伊係物件都 back 嘅位。伊唔是 stereo 啊！有啲人真係亂講 ASMR 嚟，落聲就是講 ASMR 咧嚟。是咯。有誒伊樣只 serious ASMR 好似 binaural 嘅就係伊嘅聲。但係佢冇傾基本話 feel 到有啲人，是唔是你講？唔知，或者我要做邊啲學嘅咧？OK 嘛？แล้ว特別你聽你就笑啊，你是看還是聽笑？但我個幫把你ASMR deep sleep 喎。但係落學有注意，我講。我睇。哦，烘嘅聲。這就是落河啦。你講啊，幾 relaxing 嘅嘛呢聲。但係呢個是多邊隻嘅喎。然後錄音時我就是到啲 YouTube，然後特別聽請 headset 嚟聽咗。我是到啲 YouTube 特別請 headphone 先聽，你該聽到係 stereo 嘅。即係我唔知係咩骨頭嘅，就是 deep sleep 我唔知係咩。plastic bag 我知啊，但係嗰個 deep sleep 嗬，意思是講嗬，伊學你我情一好困。你困啊，安尼咯，我就是安尼款咯，困咯。你攏聽唔到咩？豆姐你聽唔到咩？我聽到有邊個部分，我冇明白冇明白什麼意思呀？我意思上加碌困。意思上加講碌困啊是。哦，你清掉係開 deep sleep 嘅。嚇，你開掉咧，伊就家己嚇。伊話我見馬上阿你分享埋我，我是無啲啲嘛，我日日係怕。
你會 imagine 嘛？你 imagine 落。啊，即豆嘅聲咧，步嘅嚇，豆嘅聲。一隻 muffle 哈。哈哈，一聲步步。有啊，我係介意。而到我嗰時 Google 嚟到啊，冇相信。OK。伊 room 開隻久啊，伊都慢慢就嚟就飛聲嘅，嚟就未。別人 Google Meet 啊，個人個到底 Google Meet 個。啊，是吧？好。tapi mau pet mau mau pet bos itu mau ikut dia tapi si bakal dah makan我們只係食。แล้ว啊有誒啊中國嘅豬隻啊吼，本是真好聽本誒。係咩嘢？中國啊有誒豬隻啊吼，因為本是無講話，本是真好聽誒，個有水嘅聲。哇！你睇到水嘅聲。哇！你看，這是豬。乖，有女。一隻女，一做 domestic 嘅嘢。因為我拍樣看。四這是多多會來嘅先。維娃娃。維娃娃係多多嚟 clubhouse 嚟幫下。點是？對。你幫 video 咧係你 speaker 邊個？誒特別好。維娃娃你會看下你中國嘅發明嘅搭未啊？下面嘅有本啊，有一間查某啊，有一間查某我吼，伊做咧，伊唔是發明，伊是成日講，伊個了吼 start from start 所以伊愛做一項物件喎，伊特別去摘菜，特別去夾菜。去伊產的位去夾菜啦，咩的款，所以伊聲我是真正，特別伊真正，伊聲真 clear， 所以伊讀物件聲我吼，伊真正 3D 真立體的，所以伊本是 one of the 上個 ASMR 那款，你知哦，伊 YouTube 啊吼是夾到 first 你知哦 ，that means 伊係咩啊？觀看量啊，人講是安怎講嚇？伊個 watch 係咪？哦，伊個 view 真啊懸啊！啊，伊個 view，sorry， 伊個 view 吼是真正懸，你知哦。million 隻嚇。有一間查某嚇。真 famous。啊，等我去找看。伊名字 really farming，我們唔要講啦，伊下到啲kampung嘅啦，你好。安尼物件。哦，一下到kampung 嘅嚇，這是冇冇白ASMR is snoring。我係咩啊？冇白，你個聽未？冇白 ，I think 一啲困過。冇白 snoring 嘅。佢聽啊。冇白。哇！嗰陣個 miss call 都冇即係我見嘅條盤有咩其實都有。冇白，因為 ASMR 係到底你吹嘅邊間都困嘅時候，彈嘅時候 ，ASMR 嚟講嘅時候。是啦㗎，都慘。我覺得這樣，我覺得係咪一個人叫做係咪 extreme ASMR 我幫人聽，一個名咩？叫做這叫做咩 ？extreme sensitivity ASMR 先。你成日笑呢啊！這裡哎呦，你成日面子爛對咪？係咪吉利斯？阿妹吉利阿妹。來come please。有咯，有叮鈴啊，這樣。唔歸檔。Interesting 嘅，ASMR often have higher Big 5 personality trait scores i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neuroticism, but lower in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nd agreeableness. So 個 introvert 嘅人maybe 個suka ASMR 咯。哦。
interesting 嘅啫，原來有人做 survey。Tingle for people with OCD，哇咯，來，咱聽。以前好多 relax。哦，以前攞餅 balance。ASMR video is for people out there who suffer from obsessive compulsory disorder. Compulsory. OCD. Now, a couple videos ago, I published my video for people out there with ADD, and you guys just reacted to that so positively. And in the comment section of that video, I have a pattern of unwanted thoughts or having to make sure that your hands are extremely clean if you're scared of germs. Some people's OCD. 即係話講我聽，我就會聽就先啊。對，你 describe。啊，嚟啊！冇辦法，你 OK 啊不？冇辦法，你做咩？冇辦法。關係咗了。哇！媽問 whisper 嚇。嚇，咁叫 ASMR 就只只能 whisper 嘛？啊，個拍你物件。哦，嚇，我放嘅。video 啊。哦，唔是錄聲嚟嚇。唔是。哇！即聽咯，本地嚇，不得了啊！啊，不得了，拋個邊。我病不得了。我本來放了 headset 啊，聽伊講話嘅聲係，聽了會淡薄空，敢若介 sensitive 呢，唔打閒咯，咁樣偷伊 headset 啲嘅。sensitive。你聽哪啲啊？特別咧 effect 錄嘅錄在啊。人講話，特別人講話咧，人睇個，人個環境，人個了人講話先。哦，安尼阮講 away from 你耳講個 OK，若是講佇你耳啊，你就是放 headset 佇你耳啊，你阮 whisper 啊，哇，是那 intimate 咯，袂打閒咯，咁樣討厭。對，你做啦，你係咪你特別講嘅啦？咩啊？你介個理解路嘛？馬子子，人當然㗎啦，人講話特別最驚我唔係有嘢，人講話特別。也有氣嘅，還有氣音嘅有氣。哇，買你有啊！買你有，買你有。人講人當然邊係學見即係 ASMR 嘛，然後人個了特別用 ASMR 嚟咩 style 嚟講話，但我頭 OK， 我頭係。都是他媽一家家 ASMR 都並不是一天了個例嘛，特別我都是 trigger 掉 sensation。他媽這是最下來，我聽不出。唔是聽了個理由在哦，是聽了 feel 到講，你想哇啦，你敢若幫了我身軀，你看你想到人無？就是愛安尼款啊，你困啊是好困啊，知哦。我都是教人幫我咯。特別冇講學人幫嘛，伊是你嘅 brain 嘅，你 brain 嘅sensation。有啲唔見嘛？伊連 whisper 本嚟錯錯啊！我當然會 windscreen 啊，講我係知道冇 windscreen 嘅，所以特別只係寫字，講我特別嘅寫聲都冇，讓我哋話頭會講得咩？我買一個人我嘅頭記了，就當然到底 YouTube 嘅兩個話，但係是。到底我買幾套貴嘢？然後我當然還有別用，沒數我買個保險。啊，我冇買咧，我買買了講我 ASMR 聲。我比我聽了，我就會注意，我不多記得嘢，我不多擔心，我聽你就一個個咯。我到要呀，你去做咩嘅節啊？你叫來你買了套路 system 沒喂？到底是別的條件？我記唔得啦。你到底 system 喂？你叫咩來講？啊，對。OK。
六米六米。我玩 remix 嚟。哇！一出面攞餅個開嘅時候，你特晚自己有講嘛？幫kiếm 唔是幫kiếm，媽媽我哋是錄嚟嚇，特晚我未做是錄嚟嚇。冇我講，嗱我學你聽嗬，一而家一講話啦，แล้วอีสี่ปันอีสี่ role play อีสี่ daddy อันใน款嘅啦，你聽你配咧嗬，你聽看，伊聲真 solid 嘅喎，伊冇成個人安尼款嘅咧。伊唔是講安尼 whisper 嚇，唔知伊聲嗬是真正哇擼就掉啦，個真正 3D 嘅喎。伊特條 voice editing 嘅啦，特條伊 remove 㗎了伊白。嗱，你聽看。是啦，成個人咪是冇。啊是 maybe。冇，即係是 podcast 誒一類嚟。真係 sharp 誒，clear 一聲。啊，真正 clear。真正 clear。阿 John 呢？會使，阿 John 呢 OK，是講。伊有貴嘅 monocaster，還是 roadcaster？冇意思，樣是落 stereo 嘛，所以你是到啲 YouTube 度聽得到，你到啲 Clubhouse 聽唔到，你到啲或者攞 recording 棒時你都聽得到 stereo。但我聽唔到。Maybe 你講按摩 John 你講按摩嗬 ，maybe 伊有係你較無相嘅。只看你不講話，伊都不講話，只看，一擺手，一擺手。有阿妹咱哋伊個甲你講話，你愛 sleep 了啦，咪啊你款啊。你聽咧會想愛困去啦。嚇，我愛困去咯。無，我 feel 就講按摩話啦，嗬，夠好聽嘅喎。你重陽啊你？唔是重陽，是 because 伊個 maybe 伊 pronunciation 嘅數，伊字嘅數，所以伊成日有吹暖嘅聲你看。我聽到我有白機，我另外一支麥，我 try 看另外一支麥冇上啊。等我開，我開白機，我白機麥，即白機麥聽 plastic 浪嘅聲。入啊，嚟聽抓啊，唔知你聲隻。哇 ，John 啊，即個是你麥嘅聲。會燒到安尼遠哦！係啦，伊賣好料嘅。我白機，即叫我白機。無你一支，我知，特別你一支會燒到安尼遠哦。哇！你看你聽個清楚呢？嚇，伊個 clear 呢一聲。當然，這是白機買來。無你。無咧，你當然你用掉迄一支麥啊，你倒掉迄一支麥。嚇！伊會燒到你頭先 grab 迄個 plastic 嘅聲。我 plastic 唔聲就是自己買來。哦，是啊，你看袂到伊。對，你看袂到。哦，哇哦！哇，但 clear 呢一聲。哇，自己買好料哦。好料。貴類下，這就是真正貴嘅嚇。我自己買較貴。哦，啊是，迄個較貴。等我夾起來，我都冇可能我會掉嘢買啊，哪個掉？嚇，你自己買貴買啊？這個是掉，這個是我貴買嚟啦。特別貴買，安怎安尼好聽？貴買，因為貴買是 condenser 買嘛，特別隻大機，隻大機。然後你學食嘅買無大機咩？嘛是個，嘛是。試過能接觸，等陣我帶梅證，等陣。又少啊！ OK，哎呦，我這裡做 ASMR 自己買啊，人哋聲真正。對。我 realize 啊，自己買冇正咩？自己買，但我偷嘢。個一個嗬，個一個我常常看嘅是一個查某啊，伊 make up 誒 ASMR 喎 ，make up 會唔會 ASMR 喎？你看下。啊，裝。自己買嘅聲是唔是較正？對。是自己買嘅聲較正。
無我感覺掉咗 condenser 嘅咪 condenser 嘅咪是只電嘅聲，呢只是 condenser metallic 嘅聲，咪差唔多聲嘅啊少，你講清。嗱，我學咗另外一個 link 嗬是 make up 嘅，伊拉一 make up 嗬，伊人只是甲安怎咯就，伊人啊有做伊人嘅 news 嘛嗬，假嘅 news 啊，แล้ว伊調緊卡，伊會卡啊，面嘅款下，你看咧就講好出聲。來我愛聽，我唔捌看過係你。但我看到一個伊嘅真格靠伊買嘅。是靠伊買，伊安尼 crack 安尼。伊夾伊會整格吼，伊會查某夾整格吼。哦，伊磨下你整格。意思。都做過類咪啊？個一個，哎呀，一個冇面。我感覺啊 ，YouTube 啊，真係出名嘅 channel 個了啊。Even though 伊面是 ASMR 嘅啊，伊the way 伊人翕嘅即個 video 啊，是個了有用到 ASMR 對嚇。我啦，伊 background noise 個了只。伊是用伊嘅麥只清啦，แล้ว但係阿伯到底哪一下阿伯會冇？我想叫能夠。當然 OK 啊！你掉啲去做啲 condenser 麥一個微聲。未成咗，你兩唔是講幾個故事嘛？佢今日個咧未成。啊啦，一到你食咩？所以你我特登食啦 ，sorry， 我食咗就會出嚟半個湯。哦，即係澳洲啊，係咩？我特別鋪掉。即係咪杭州？OK。杭州。ASMR，等陣我倒到對位。你食物件好人聽咧。等冇嚇，嚟啊！你講。嚟啊！這裡冇白嚟啊！哇！這是我阿 boy，哎呀，死未記佢嚇，阿 boy 嚟個數啫，個數，個數知道。安那阿 boy 數，阿 boy 嘅講數。哇！講。這裡咧，冇白，你到底嚟冇白是咩啉茶啊？等陣我去拿我茶先啊，然後考慮聽掉。別掉。有你換你 system 未？啊，手腳都疼。對嘅，白手腳，但是後你聽到，後你聽翻嘅，但我叫複雜。我要做人聽，我啉我水數水嘅聽，聲可能聽到，咱只是一把小型嘅 episode，嚟等下。OK，等我嚟，等陣我camera 嚟自己買嘅，我等佢，我哋生咩睇你話生我等佢話你，我清楚咯，梗係 3D 呢。等陣我嚟追啊，好聽，我數到多聲追。ASMR 啦，冇掉啲數到啦先啦。哎呀，我鬼面膽㗎你，我唔會追出嚟，我條頸我唔會追，我鬼面就追㗎了，死我不夾膽㗎了。OK，你都考慮聽掉啊，你都考慮聽掉。嚟，未喎。你有 noise cancellation 嘅數，伊唔係有 noise cancellation。你冇 no 冚你 noise cancellation 條。哦，就冚咗。嚇，你而家較 sensitive 嘛？你特別下到你麥嘅頭頂。你是做啲，安怎你聲？冇白，你聲是用你冇 no，到啲即係你 hang out 面嚟。有啊，把它用掉啊。你有聽到這是倒騰嘅聲，倒啲換陣。冇，你咪說你麥冇 switch 掉。你去你 option 嚟 Google Meet 嘅 option 嚟看有帶掉。OK，就這啊。你 Google Meet 嘅 setting 時，再看你 microphone 嘅 input 是唔是你冇 caster。即係咱變咗 sound check 下 Clubhouse 呢當然。我等我咪啉水互人聽，等我佢就 try 佢，你 set up 嘅時候我啉水咧。
乱聽咗。即係我吞話，吞話係嘴唔是喏，吞話係嘴。特別水 SMR 嘅呢條頸啊！我俾吞較大聲，條頸。路邊掉啲吞大大聲啊！依個 ASMR 依個冇掉啲去逼嘅。我俾吞較大。OK 哦。ASMR 條頸。我俾吞係個骨嘛。掹條頸。Oh my god！爸爸冇乜病，跟他覺得啦，掉。嗰條笑啦 ，ASMR 表，你條笑，你條疼，你條頸。我佢頭殼淡㗎，我佢淡啊！我傻咧，是我傻得啊！布就我嘴頭殼淡㗎啦。我本底時候會開片咧，我見 ASMR 特別未肯做未成啫。誒，安怎你是什麼話？應該是我啦，等陣啊，特別你企喺我呢咪嘛？我見念第一個都聽得到啊。試過做過咯，我吹都掉退啊。你 test 看，你都當你咪看。你吹你。半咧，嚇。有聽到？係啊，是我條鏡啲 screen 照，我個 screen 個一大堆冚了我咪。我唔知你掉唔掉麥，你知哦？我聽起來，你當 connected 是冇。I mean，意思我聽到 from 白機嘅麥，係 from 你 iPad 還是到咯？還是你 computer 咪？你當 computer 還是到你 iPad？ 我對 iPad 咧，你睇佢。你聲是 from 你 iPad 嘅麥，唔是 from 你嘅 Monocaster。OK， ตัวกิมนี่當然係明啊嚇。嚟啊，OK， ตัวกิม嚟แล้วขวาก็chẳngมีเกี่ยวก็ try เจก็จะได้ขอดูเทียเดียวอ่ะใช่冇聲呵。對。我自己麥有較好聽哦。有嚇。我自己麥。自己買較好聽。特別你開下一隻 sensitive 嚇，講話隻細聲，特別開嘅一麥隻話，我都冇 try 呢。你開一麥隻話，對，是講啊，是講我唔知最是最，你個老人 whisper 是我唔知是最聲來。我是微微娃娃。哇，微微娃娃。哦，注意啊！啊，這是冇毛病。這是我喲，今日我真來邊度淋面，我肚也疼，淋面。冷當佢照條被輸有馬來西亞 ASMR 才有夠淋面嘅，夠鬼吊燈啊咪。會掉ASMR。你食沙爹先。哦，沙爹先然後聽。啊，唔是吧？搞到講咩？我知你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咩？Yusof tayo。叫咩？Yusof tayo。Yusof tayo 啊？意思要 Yusof tayo。冇聽過咩？Yusof tayo。Yusof tayo 做 ASMR 呀？冇，大擺做小嘅 comedian 嚟啊！大擺 Raya 嘅時，伊個廣告出來是伊個出伊個 Red Dead 啊，紅機啊，紅咗啊，紅咗伊大擺有一個查某嘅聲，大擺講 Yusof tayo。我唔知。感謝我先John 啊，我唔是甲你講有迄個 makeup 嘅咩？即係都叫啊 makeup。嚇對，嗱你看伊。
要 static 啊，咩別。哦，一個人會去做TikTok 啊。這樣玩下嚟，一家真假亂，一推啪啪。哎呀，你聽爽啊啫？我咪唔會聽別爽咩？你聽爽。我念嗲下รู้ว่า念嗲下รู้啊ตัวกินว่าแต่ลิงอ่ะ你唔係開個 maximum 喎？คุยกับ maximum อ่ะ啲意思唔是有 noise cancellation 意思？你冚嘅 noise cancellation โอเคตัวกินคำเนี่ยตัวกินไม่เสียงกับตัวเสียง係啦，你 pop filter 嘅嘢走起嘛 ，because 你講話是聲。你 pop filter 實算了，你是應該是較大聲。啊，個病哦。個病。OK。啊，真正病。你冇計偷嘅，你 pop filter。你個 pop filter 個有 sponge，你攞個了計偷嘅。一講嘅是嚇 ，sponge 嘅 Q 上 condom 計偷嘅。啊，即係 ASMR 咯。你偷冇？喲，個你，啊 ，OK，了解。Oh my god，佢病了咯。都死啦！佢病。當佢嚟，你個念嗲，當佢嚟，念嗲嚟。唔掉燈啦，咪補出嚟就話。做咩？咪潮。私補出嚟，私話。你所謂嘅條件。真冇錯，特別係笑啊！這裡是適合線嚟啊，你是參打嚟，加 copy 打嚟，我把裏面是 copy 打嚟。你使用灌水，你使用冷水泡。阿 John 是女朋友介紹話，佢肯坐我接 clubhouse。最後就接 clubhouse。伊就我俾佢畫面了，伊正名是蘇林。我條頸兩天都會打冇。多麼個，伊規日嘅谷得得早起，伊愛得一聲話是我聲伊谷皮。我食咩物件啦，都人聲來聲去。較只是谷皮較溫水啦，我頂住個淋面溫水夠日子。喂，我驚喲，我頭上嚟，哎呀，你個保護你真氣聲話。我嚟人我聽未出聲啦，阿微微話講話細聲。聽我講話。我會見到波嚟哟，我條車驚住來。我微微娃娃呀，是微微娃娃呀。我咁啲啊！我嚟聽住我吞物件嘅聲。拉面，我吞物件。聽未掉啦？誒，有一項物嘅。我 feel 就講嗬 ，iPhone 本 record 安尼款 ASMR 真正 clear 本嘅喎。對，你特別你特別用你特別用咩 voice memo 還是用 video 嚟咯？對咯。你用 video 呀？我用 video，我 feel 就講伊 capture 我聲是嗬，成日講。我講 voice over 啊是啊，我 video 啊，你成日講伊會 capture 到我成個安怎講？你當時你講話是有暖聲嘛？就成個安尼款嘅聲喎嗬，啊伊會 capture 到真 clear 喎。特別好，你 audio 你做 voice over 樣啊，就會 remove lip smack 嘅。係咪嚟？
yang 無是假嗌嘅，特別yang edit out 嘅 lip smack 嘅，冇你嚟，試未記開話咪？特別好聽嘛，你看。對，冇啦，你講話那時啦，你咪掉工做，你看你四百九搖頭啦，咪你講好聽，489講冇聽，我們講咁冇聽。係你冇聽咩？你聲，感覺是那個哩。字都嗰啲啊。冇，你咪講細聲。哦，平常時講話時呢？平常時講話時，邊條你講話時你 lips 先當時用時我唱講話時邊條的呢？我不是㗎，我就被卡，我就被。哎呦，我係麥嚇，我麥介好笑，我麥直頭，我係麥 stand 呢，歪掉。等陣我聽，我冇白，只係咩哦？只病哦。我冇白。是啦，偷嘢 condom 嘅嘢嚟嘅。冇 John， 嗱我學到一個 example， 這裡是我用 iPhone 翕尋用 iPhone。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玩世威力》。曾經在網上屢次看見一些顧客的評價，說這家餐廳的老闆待客之道很有問題。這需要一下啊！哦，今日用 iPhone 啊，嗰是 iPhone mini。哦，只水先，真水啊，人家水啊。我有幫伊個優秀大約嘅廣告。哦 ，OK。489咪幫優秀大約啦，你家己等啦。哦。Wasim, Safina, dan banyak lagi. Pastinya menjadi pilihan Anda setiap masa. Pilihan eksklusif. Sampai ke hari raya tu tu je. Oh. Gaya, mutu, keunggulan. Tapi aneh kan ni sia講咱講話聲啦，嗬，不然再過來做。ASMR 本嘛，嗬叫。這邊是講我特別 I thought ASMR 對，我這裡麥是binaural 的啦，left and right 嘅。然後我聽到啲話係你冇是把看過咯。我個錄咗隻錄音時，我聽到我麥是聽到係兩邊嘅。有啲喐，我看到一個 YouTuber 喎，伊規日 try earphone headset 咪一大堆啊。因為前嘅嚟看到了，咱人 listener 聽到個名嘛。你聽到喂，你特別我 tune 物件，我會 lock 掉嘅。冇，你唔注意啊？我冇明白，你是按怎 lock？我是插到啲話 recorder 誒，แล้ว喂麥，伊是到伊成個 headphone 咧，我係啲話耳仔係坑係咪嘅？Instead of 我聽到物件，伊 lock 係 lock from my ear in no position, so left and right. So 我somewhere 啊，得咯，我去隨看看，好難看到。我不個知啊，偷去伊一個啊，伊個咩，伊一個 protection 啊。我安尼會我講話都聽到個名哦。你會使買到佢哋 sponge 好了，用你薄 filter。然後除掉喂，即是我買，佢哋一個攞粒嘅啥米花呢？哦，原來是咁款。แล้ว我聽到啲我耳仔位，伊是伊南面先呢，我偷嘢，等我快 focus。哎，撲機嘛，搞到落海。安尼細細粒粒啦，不伊，伊唔是 earphone 嚟呀？咁係啲麥，即係一點就是麥咯。แล้ว所以唔是 earphone 嚟啦，伊唔是 earphone 嚟，是麥嚟。แล้ว你係住耳啊，แล้ว播嘅時啊，你聲聽到真平咯 ，because from 你耳啊。is 對，伊 vibration 嘅跳tank過，所以我就會再講大陸是伊麥即係 left side 咯。So 我寫掉到係 left and right because 你情緒，我頭情我都看。你情嘅時呢？
快掉。攏快掉嚇。快掉。快掉。快掉啊！快掉。我都叫我精神了。我即個咪是，佢哋。video 話開咧 video 啦，安尼久無看到你水年了你就。冇啊，冇情晒數啊，咪開。有見到開喺你邊嚟啊！我冇講看你成股嘛，看你邊咪好。一直照就照到我攰成股了嘛。唔要緊啊，順便同我看佢咯。咪。啊，關掉。快掉。關掉。哦，伊是 earphone 嚟。哎呦，阿 John 啊，你迄個 headphone 啊，指你頭毛間嘅邊？我掉車驚。喂 ，headphone 指個邊？啊，指你明你看到一款呢，但係你睇曬呢是啊一款邊。所以我講John你頭毛是 COVID 嘅頭毛嚟。489啊，係咪 COVID 頭毛？自己加啊！哦，我頭毛就來唔是自己加。有影你自己加咩？啊，我就來我20幾年我特別講，我唔捌去可能加頭毛過。哇！你好了，我試過佢無加嘅，去加頭毛加 happy 了咯。真貴呀！我無加本啊，我咧看他們5個9毛度咧。哇！你頭毛啊，你頭毛好了你。外鏡頭毛。你頭毛邊啊，計豆哥了你。好潮。外鏡頭我硬你頭毛㗎。好潮。潮緊有時話界。哦，你見啊，你硬咧？我係硬碗上是話界。哦。咪個激蛙啦！咪個激蛙啦！係咩？係咪個激蛙，咪一個間。咪個激蛙啦！阿John棒嘅。阿 John 係 remix。誒，你 remix 一定要個唔知個拍超啊，係咩嘢？你個個 show 啊？你隻掛呢？哦，對。你跳舞嘅啲。這隻。啊，你棒你咧，我其實點拍？這條啊？唔是這條。唔是啊，這條唔是，是這條。啊，唔是這條。咪個激蛙啦！咪個激蛙啦！撲街架落落海。係咩？乜隻香間？咪個激蛙，咪個激蛙啦！林世先係好潮啊！這是對，反正咧點爽，先那邊咧學嘅嚟點爽。誒，我跟你講啊，豆哥就結成咗就，結幾刀，結到會10幾20刀後，依家係講出來。講咩出來？你咪個哦，嚇，對，你地下往落意思。我地下我聽亂講嘛，我冇睇住啊。我叫你講，我會落一 sample 咪先，你係日日賣喎，唔係，我日日你講嘅時個講清彩喎，我對日日逼伊特別講 emotion 咯。逼伊個真係借刀啊！誒，有 at one point 我記我計講啊，伊冇夠起紅，我講啊冇你想講你大部朋友買好路，你講嘢出。咪個激蛙啦！豆嘅做咩啊？咪講豆嘅。John 啊。嚇，子靜。白青。嚇，白青嚟。喂，你就喂就啊嗬，然後講係你林世講你唔驚。哎呦屎！聽佢有講。 Oh my god！你咪是隔曉。林世嘛，你愛放一半啊，為了林世個隔曉啊嘛，就個炸放啊嘛，clubhouse。Suddenly 呢度喺邊啊 ？Suddenly continue。死了啦！我都係驚，我講誒，真係係個呀 ，I know 啦。喲 ！Listen to you。 Oh my god！死啦，夾喺嘅啦。白魯你走啊，白魯。冇啦，幾點啊？白魯先啦，4點啊。4點半咩？這裡啊，為以前啦，教人講嘢啦。哇，是啊，唔緊，咱個下一代嘅，把當時個嘅20年，無嘅10幾年時，嚟起來做主持啊。你微娃娃有落哦。微娃冇啊，微娃娃你咪講咩啊？微娃娃係聲。微娃娃我你特別是講咩？微娃是咩？你講呢？嚇，你講下。微娃娃。你用你好嘅麥講，我咪你講下，用好嘅麥講啊。是咩 ？OK，等陣學我落，等陣。
等陣我 take 我 sample 就等陣哎呀 boy 嚇條話就喂鳥是咩？但啷個人無開無講話人係 mute 你咪就所以我聽 silence 我 mute 我叫咪。繼續啊，我琴聲琴。OK， 等陣準備好時啊喂。OK， 1、2、3。是咩？但冇小版，我叫你看快。阿俊，佢幫埋係咪 echo？ 唔係，叫我看下就小字物件。然後OK， 我講你就聽到我講3，你就使實講啊哈。OK， 1、2、3，哎 shit， 是咩？等陣，我叫唔掂 ，sorry。1、2、3，是咩？1、2、3，哎呀，我聽到我個記聲啊，等。安怎哈？你家己夾呢 ？No， 我覺得 edit。OK， 唔緊，我就 edit， 我家己放起去。但咱個 try 一個。我試下不多個再聽ASMR 嚟啊！1、2、3，是咩？我梗係差了，我買我半段 sample 3，是咩？1、2、3，是咩？哎呦，試我 re-record 掉去把你位去喎。哎呀，我 record 掉把你位去。哎呀，試我不多都冇聽喎。OK， 了，我 show。喂，ASMR 多針白呢嚇？哎呦，別使 ，too much。我 ASMR 咧，另外一隻咩我未記啊，特別。鬼鳥。看鬼鳥。鬼鳥。日本係鬼鳥。可能即無人講嘅好，人講嘅咪講嘅好，鬼鳥。是咯，話了。OK， 咪講錯啊！然後我等我幫曬過一下，我都等嚟看 Clubhouse 有人哦。若是有人，佢就落無人就咪落啊。不多聽。OK，當然 Clubhouse 人就是攏要走本啊嘛，佢就是 Clubhouse 人就是講幫襯。哎呀，免啦，你擺兩個落過啦，免講鬼鳥啦，直接要講鬼鳥誒，得嘛？冇啊，會困啊。OK，so 我不多聽，我咪打咧，我就笑大家。今次各位聽就笑聽啦，好嘅就有面報告啦，面報告撞是撞嘅，然後我嘅型啊，我嘅幫襯嘅咯，我嘅就歡喜嘅面寫人嘅名出嚟，就寫了我到底了吧，差唔多 at least 拍啲20分鐘是去聽來名啦，帶出來可能。所以當見面講啊，感謝各位聽就笑聽，下禮拜再見，拜拜，家人。等陣，咱哋 sign off ASMR，拜拜。OK， 1、2、3，各位聽就。拜拜，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就聲呢？未使講，做咩做呢聲呢？到底這邊嘅頂這禮拜俾幾個 episode 到底是邊？了，這裡是頂咪聽看聽，頂到明聽看聽了，頂到接正，然後錄音咪是佢通知路，了你特別。